画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互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义，雷震古，讲经古，台顶换古，俗语讲古。今日咱来开讲几句台湾民间的俗语，也甲古有牵连的话语。国情今日头一句招你来看，台日大词典内底有记载，8字的俗语话讲，叫做门楼虽破，经古原在。这句真简单。就是讲，虽然门楼，但即马做足了，已经无像过去遐尼请赢。咱家庭虽然较歹，无才调去修理，无才调去复原，毋过坚固原在。咱的志气原在，家庭歹无要紧，环境困难无要紧。咱若鼓声认真甲讲，原来讲出家己一条路。这就是人有志气，虽然无像英国遐尼请赢，无像英国遐尼风光。毋过真正无要紧，艰难的环境，咱颠倒会当行出家己一条生路。你讲看有影无？啊，过来，咱来讲讲古，这第一要紧，就是要有两支古病。有古病，毋则通个弄古。啊，咱有一句话，这4字尔，这属于讲平常日常开讲的话语，讲做拍断古病。啥做拍断古病？古病若拍断去，当然就无再条弄古啊咯。啊，古病若拍断去，无再条弄古。这引申代表解说做啥物内容？就是讲啊，我讲话讲到一半，你互我无才调弄讲。我呢话节目做到一半，你甲我挡点，你甲我古病拍互断，就是甲我讲话讲到一半中间，你甲我暂开，安尼叫做拍断古病。当然啦，即句古病即个古，国情在我浅来的猜想，可能原来甲讲古的古有牵连。毋则叫做拍断古病，就是无古通好听。虽然是拍古弄古。不过，咱直接联想，直接看恁来讲话音的，讲无古通好听，我话讲到一半，煞互你拍断古病，甲我挡点就对啊！啊，讲拍古，说拍古，搁一句俗语话，我相信讲真侪朋友你一定捌听过。到到即当阵，原来真侪老辈，啊，搁挂伫咧喙口边，讲先人拍古有时错，骹步踏叉啥人无？对啦，世间事。因过咱民间的宗教讲，拢是天顶的先人拍鼓咧吹牌，先人拍鼓都有时错啊，哪有迄个骹步踏叉，样样拢会嘛。所以咱看到人若有心要改过，本来就浪子，即马浪子甘愿反悔回头，咱嘛就是要开一条路互伊行呢。先人咧拍鼓，有当阵啊都会拍毋对，你毋通去计较，毋通去计较讲，但过去对我种种的伤害。咱就爱让伊一条路通好改过，通好反悔，骹步踏叉，啥人无？你讲看有影？